咁個市動力唔好夠啊，咁所以初步嚟講，可能去翻啲主要嘅阻力線啦。20天線其實就今日就首先攔住啦。咁但係如果下個禮拜我諗都有機會可能試一試50天線，可能20900點附近。咁個方向其實就只要就內地方面，其實經濟數據持續係交到一啲好嘅一個方向嘅話，其實個市會開始相信。咁雖然美債息一路上緊啦，咁但係人民幣亦都係即係跟隨住數據下而明顯反彈。咁所以呢一點其實都幫到個港股就即係叫抵消咗啦強美元呢個咁嘅情況。咁所以下個禮拜我覺得都可以維持住嗱，初步整固位置就20002至20003呢個位置作為防守。上方嘅突破位置就喺20900點呢個位置，咁突破到當然要有成交突破啦，個勢先至會轉得更加明顯嘅。咁而兩會期間啦，當然之前都好多即係分析都做咗研究啦。兩會個市升跌比例咧，其實一半半，反而兩會之後嗰一個禮拜嘅表現咧，反而係即係升嘅機會反而仲大啲。咁所以我諗就大家都係同即係而家你講咁狀況都係啦，咁大家等緊數據公佈啦，或者會唔會有啲更加多嘅經濟刺激扶持措施啦，可能個市先至會有下一波再上啦。咁但係我諗最少嚟講啦，就3月個行情其實比2月會好好多嘅。好啊，即係向上咧就睇20900點呢個位置啦，即係大概係50天線呢個位置嘅。嗯。